好来，乡亲继续来看这个行政院长苏贞昌决定要搁来扩大到纾困4.0补助的范围，包括家己做生意的，包括无固定头家者，这个投保的薪资伫24000块以下的，拢补助3万块。另外，这个投保的薪资伫24000块以上的，嘛纳入到纾困的对象。另外，家长真关心的孩童家庭防疫的补贴，这个细节甲发钱的方式，嘛会做最后的决定。讲安尼一来，纾困4.0补助的总人数来到730万人。从下礼拜二6月15号开始，每位孩童加发1万元的孩童家庭防疫补贴。另外，这次自营业者的纾困，也从过去只有投保金额在24000元以下的民众才能领取3万元，特别在今年，另外增加投保金额超过24000元的民众也可以领取1万元。